前面几场打得乱七八糟，最后一场他们就很听话，每个人都很认真做我们交代的任务了。那这几场前面几场廖子恩呢，这几个状况很不好，那球队出了点问题，那好险我出这个问题了，让大家更知道自己的问题。那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峰回路转，结果最后又还有机会去打这场球，所以我这边跟小朋友讲说，不要就是上天给我们机会哦，千万不要放弃每一场球。希望你们今天可以答应我，把我讲的事情完全做到哦，不要留遗憾就好了。因为内线是有优势，那教练帮你赛前对男人这一场比赛有做什么样的计划？今天这一场，因为如果守盯人的话，我们的对位黄伟成的对位会被拉开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他们说，不管人外线再怎么准，我们就是坚守区域，把黄伟成留在禁区去帮我们抢篮板，当我们的门神。因为昨天看泰山跟人人在打，有几个球是一起拉在外面打出手了。如果是我们按照守盯人的话，这样子我们的锋线的部分会太小只，会被人家不断的中奖篮板球。那今天做得很好，黄伟成都挡住人家中间的进攻跟篮板球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人人的外线也有做好守他们外线的准备，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在跟东山打的时候，长时间的区域会让15期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跟学员讲说，大的13防守，21的防守，23防守，全部都要拿出来用，不管输赢就是坚守到底。等到他们开始往下荡的时候，我们持续做好我们的进攻，今天很有机会可以赢球啊。现在实战是有什么状况？前面几场就是我觉得也是可能媒体对他的曝光率也蛮高的啦。那打到后面的时候打不好，自己心里有一点得失心太重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得失心比较重的小孩子，他做不到他不会像可能其他的要拼命做，他做不到他可能就会放弃。那在前2场比赛当中，他一直在进攻端跟防守端都没有表现，都在晃神。而于祥平也是，所以我们中间那2场打得大家患得患失的，因为少了他们2个人跳出来去支援我们球队了。我看他第4节后来有到场下，对，他有点抽筋，所以把他换下来。那今天顶替上来的刘律师也表现得很好，对啊，今天可能5个人，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可能到最后会往下走，但是真的今天最后一场了，豁出去打。因为人毕竟是卫冕军嘛，那其实这么压力这么大一战，赛前有没有跟选手们聊？其实我赛前一直跟学生讲说，我们这一场我们没有压力的啦，我也不去跟他们讲说我们会坚持，因为我跟他们说，我这一次来是打第6名，第5名嘛，要创校史嘛，第5名，所以这一次的话，就是希望说，甚至说我们要打前6名，要帮我们的防护员可以有体委会的平衡的那个计划，让区续的。那拿到了，昨天晚上开我就说没有压力了哈，教练的目标已经有了，哦，剩下的明天赢下来就是第5名，哦，那大家好好打，哦，那我就简单讲了，我就离开，因为我也不想跟他们，因为前几场在压力的，在关键的赛事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面临到怯场，前面讲怯场的太严重了，所以昨天开会我特别不去讲什么，就是希望说他们来这边可以好好享受这个舞台，好好的打球，不要去在场上怕东怕西的，这不是都打到这边来了，其实大家水准都差不多了，那就差剩心理素质啊。那心理素质可以上得来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错的球队了。所以这种就是心境，那个输高院输太多，结果昨天松山帮你们，对，今天换南山帮你们，对，心境的转换，对，其实就像刚讲嘛，就觉得峰回路转，因为我设定好的过程都没有按照我的设定走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走到这个地方了。